好好啊！頭先咧，其實就住我哋今日個調解嘅程序啦，咁我哋都傾咗一啲代議事項啦，咁其實咧都想睇翻啦，由於代議嘅事項都有兩個啦，我都想睇翻咧兩位會唔會對於呢個代議事項嘅先後次序咧，我哋關注嘅問題啦，都係想探討咗邊一樣先嘅咁樣。佣金。Erica 會想講。係一定係佣金，冇佣金你哋公司都唔會有聲譽㗎。咁我代表翻公司咧，梗係講聲譽先啦，因為我出席嘅都係為咗即係快啲搞掂呢件事，同埋維持翻公司嘅聲譽咯。你哋公司派得人出席，即係知道你哋公司有錯啦，所以你哋唔一定係需要賠錢㗎啦，所以一定要講佣金先。係唔緊要嘅，其實咧我都明白啦，兩位嚟到調解啦，當然就係話我哋都會有大家嘅堅持嘅，不過容許咧我亦都喺度提醒啦，其實就係話基於個流程方面咧，我哋先至係需要咧對於呢個代議事項作出呢個先後嘅安排嘅啫。咁其實咧我哋今日個調解會議咧，絕對有充分時間咧去探討晒兩個話題嘅。咁唔等於咧講咗某一個話題先咧，就係嗰個話題比較重要嘅。有機會咧就係話兩個話題我哋都會探討嘅。不過就係基於流程嘅安排，我哋都先需要咧係安排話探討咗其中一個話題先。咁同埋咧就係話會唔會有機會我哋都留意翻我哋其實今日探討嗰兩個事項咧，會唔會都有啲相關嘅地方可能解決咗某一個議題之後，我哋後邊個議題都可以解決咧咁樣。兩位會唔會都即係可以重新考慮下啦？會唔會想邊一個事項講先？唔會啊！我都係永遠都係得佣金嘅啫。咁我都相信，如果傾掂咗佢嗰個佣金，即係一嚟啦，佢咁多你不如即係算啦，就唔再堅持啦。同埋傾完佣金都相信咧，佢都唔會喺我哋公司門口再周圍唱嘅，咁都即係對我哋公司嘅商譽都可以有幫助嘅。即係李小姐嘅意思就係話，你都同意傾咗佣金呢個話題先，然之後就慢慢再探討商譽呢個話題嘅。好好啊！咁其實我都睇到咧，雙方其實大家都好有誠意啦，為我哋今日呢個調解就作出一個即係行前咗一步啦咁樣。咁如果兩位都同意嘅情況底下咧，我哋今日咧代議事項首先會先傾咗佣金方面嘅安排先啦，然後我哋就再探討一下咧點樣保持商譽啦。